嘅話現金，但係如果我哋喺講緊古埃及年代，即係喺起金字塔嘅時間公元前係啦2600年左右開羅其實係一個嚟講嘅話呢我哋講緊三角洲之地，OK 咁樣嘅話呢冇任何嘅建築因為佢哋以前古埃及嘅首都嘅話就係喺開羅以南大約80公里左右就係叫做曼菲斯，OK。其實喺埃及嘅話呢，我哋係啦喺呢個旅程我哋會睇一睇係啦咁古埃及嘅文明歷史啦嘛其實喺埃及嘅話呢，佢哋會分為我哋講緊嘅4個最重要嘅王朝第一個就係早期王國早期王國嘅話就由第一個嘅法老啦叫做曼尼斯係啦，咁樣嘅話咧喺公元3100年前嘅話咧建造係啦呢一個嘅係啦埃及統一一個國家 OK 佢嚟自嚟講嘅話喺邊度咧就係上埃及嘅係啦佢一路打仗一路打到嚟呢一個嘅下埃及直至到嚟講嘅話佢將佢統一統領埃及我哋叫做埃及嘅第一係啦。至到你講嘅話，第三王朝就係早期嘅開始睇嘅係啦，就係第三王朝嘅梯形金字塔咯好啦，然後去到第4王朝 ，OK 就係叫做古王國古王國就由公元係啦2500年左右即係公元前2560年嘅時間，就係由我哋睇嘅大嘅金字塔。咁樣嘅話呢，呢個嘅王朝就去到係啦4至10 ，OK 第11嘅時間 ，OK 做乜嘢呢？就係搬首都，就係公元2100年咁樣嘅話呢，喺中王國搬咗首都咯直至到嚟講嘅話去到邊度呢？托勒密王朝咁樣嘅話呢，托勒密王朝但係之前有一個叫做新王國 ，OK， 所以你會成日都會聽到早期王朝、古王國、中王國、新王國，而我哋嘅話呢，今次嚟到洛屬阿斯王係啦，喺尼羅河呢一帶嘅話喺南部大家就會見到嘅話呢，大肆興建好多嘅神廟或者神殿首先有啲團友問點解會搬首都呢 ？OK 其實嚟講嘅話呢，喺每一個嘅王朝包括嚟講嘅話就係祭司叛亂以及外族入侵而喺曼菲斯嘅話屬於係埃及嘅北部為咗嚟講嘅話呢南部嘅國家例如當時係啦蘇丹都一直同埃及一路打仗亦都係現今嚟講嘅話蘇丹就係埃及嘅南邊嘅邊境界線，所以佢哋要搬首都就係埃及嘅中部如果係啦蘇丹打過嚟或者南部嘅其他一啲嘅國家其他一啲嘅城鎮係啦一啲人打過嚟嘅時間好容易喺中部就可以派兵出去所以嘅話呢我哋今次去睇嘅我哋今次去洛屬嘅話亦都代表嚟講嘅話呢都會睇好多嘅嘢OK 代表嘅話哇睇以前一個嘅古嘅首都咯OK 咁樣嘅話呢然而啦我哋呢亦都係啦去到洛屬就會睇一個嘅卡納克神殿呢個卡納克神殿嘅意思嘅話代表乜嘢呢？神選之地代表嘅話呢呢一個嘅係啦喺當時嘅法老係啦要興建神殿供奉嚟講嘅話唔同嘅神明亦都嘅話興建嘅一個最大亦都由呢一個嘅中王國